姐妹们，主日平安，平安。感谢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开始敬拜前，就让我们一起来等候他，一起来亲近他。让我们一同来邀请圣灵，欢迎他。恳求此时此刻，圣灵就与你与我同在，在这圣殿中运行。主，你的宝座就在这里，在这圣殿中运行。主啊，我们高举你的名，你是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就到我们当中，进到我们的家中，进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就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圣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当你走进我们当中，黑暗开始被震动，仇敌被践踏在脚下，一切锁链都断开。当你走进我们当中，生命开始的改变，破碎心再次有盼望，所有病痛的医治，破碎心再次有盼望，所有病痛的医治，破碎心再次有盼望，所有病痛的医治，我们欢迎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渴望你来到这里，在光中荣耀彰显，我们欢迎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渴望你来到这里，圣灵你宝座就在这里。是的，主，当你走进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得着改变。在这里，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为了我们所犯的过错，我们来认罪悔改。我们也为了哀伤病痛中的肢体，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为了你自己与神的关系，也为了过去一周我们所犯的罪过，我们来求主赦免，更为了哀伤病痛中的肢体祷告。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求你让我们与你能够有更深的连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要在这里跟你认罪悔改。主，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宝血厚厚的来遮盖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的生命就得着改变。破碎哀伤的心，我们再次得着盼望。病痛忧伤的人也必得着安慰与医治。主啊，我们为了过去一周所犯的罪，求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将教会中哀伤、生病、治疗中的弟兄姐妹们献上祷告，求主你的怜悯、医治，圣灵成为他们的保护与安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恳求主你的平安喜乐就与我们同在，成为他们的力量，早日得着康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牧师的分享，也为了南部的缺水，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圣灵也在这当中运行。我们将今日的主日礼拜程序、牧师的分享，我们全然交托。我们为了南部缺水，主啊，虽然前2天总是有降下那么一些丝的雨，主，但是我们还是不够。我们求你降下更多的恩雨在这当中，在需要的土地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为了这几项事情，我们一起同声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为了今日的主日讲道，我们将献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圣灵就在这当中运行，你就掌权在这里。我们将今日的主日礼拜牧师的分享全然交托，求你让主日的程序一切都能够顺利。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成长与领受，也特别为了南部的缺水献上我们祷告，恳求主你的恩雨就持续的浇灌在干枯的缺乏的土地上，滋润你所应许之地。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恳求你来带领。主啊，带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需要
开始被震动。当你走进我们当中，黑暗开始被震动，仇敌被践踏在脚下，一切锁链都断开。当你走进我们当中，生命开始的改变，破碎心再次有盼望，所有病痛的医治。感谢你的宝血遮盖，你的十字架的救赎，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得以翻转，迎向光明的国度。主，我们要来渴慕你，我们就是要来更深的来渴慕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谢谢你应许做我们的父，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在你面前，谢谢你，谢谢。梦醒就不会哭，以为忍住就没痛苦，只有走过幽谷才明白，你领运行即是荒芜，你允许做我永远的父，我的名字你都记住，就算生命没有路，我还要跑向我的主。深深的路，我一生的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的路，我深深的路，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是家道路，靠的满足，那都不是耶稣。以为梦醒就不会哭，以为忍住就没。你领域
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在本是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不是耶稣，决心走向在本是家道路。让我们再次呼求恩呼，来向主宣告，我们决心来走向窄门，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决心走向在本是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不是耶稣。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主，你是生命的真光，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你的面前，请你来悦纳，感谢你，赞美你。就让我们来尽情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排列在神的面前。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是变换到我，你的爱是我属性，心中喜乐不足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生命，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我歌唱生命。
境，让你光光做我的藏生命。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诸天荣耀，真是大胆的奇妙，与你同行它的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哈利路亚！将这个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感谢天上的父，你差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你伸出大能的手，荣耀的恩典降下在我们当中。主啊，今天我们迎接棕树主日，就是为了要纪念主耶稣，为了拯救全人类灵魂跟生命，走向各个他的路程。神啊，这是一个思念主受苦的时刻，也是纪念主荣耀复活的时刻。神啊，愿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个俗世一切的权柄荣耀，都抵不过上帝从天上所降下来的主你宝座掌权。神啊，让我们为了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有神的同在，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给我们美好的教导，也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无论诗歌、祷告、圣经、主你的话语都得着造就。感谢你，也愿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感动每一位愿你跟随主的道路服侍你的人。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施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节有2个段位，第一个经节在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第二个经节在约翰福音12章第12到1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这2个经节。开始，西安的居民啊，要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人民啊，要欢呼！看，你们的君王来了，他得胜，凯旋而来，却谦虚地骑着一匹小驴。第二天，他请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听说耶稣就要进城，于是他们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欢呼说：赞美上帝！愿上帝赐福给那位奉主名而来的，愿上帝赐福给以色列的君王。耶稣找到一匹驴，骑上去，正如圣经所记载的：西安城的儿女们啊，不要惧怕，看那你们的君王骑着小驴来了。起初，他们的门徒不明白这事的意义。到了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圣经的话是指着他说的，而且他们果然照所说的做了。圣经的经节攻读到这边，我们接着请圣歌队为我们来献诗，献诗完后请牧师为我们讲道。今天牧师为我们讲道的主题是温柔其理的主，温柔其的君王，温柔其理的君王。
谢谢圣歌队带我们唱这首纪念主耶稣受苦的诗歌。我们在这个礼拜要进入到受难周哈，从今天开始是棕树主日，就是耶稣凯旋进城，那一个很大的落差。进城之后，一切的变化竟然在1个礼拜以内完全翻转。我们要用主的话语一起来学习。我们在分享之前，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迎接棕树主日。主啊，不只是纪念耶稣当时曾经荣耀进城，而是在荣耀的背后，主耶稣担负了世人的罪孽，走上各个他的路程。主啊，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很大的转折当中看见神的恩典，以及我们信心的归向？愿我们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也一起得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连续假日哈，很多人已经安排了假期了哈。不过从基督徒来讲，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一直延续到下个礼拜复活节。我们知道西方的社会哈，特别有基督教背景的哈，他们等于是整个受难周复活节一个很大的假期啊，很像我们的春假。不过这个礼拜跟我们台湾来讲也有一点类似，因为我们不是放复活节假期或是受难周的假期，我们是放什么？放清明节，现在算一算也5天了哈。不过是一个春天的开始，很多国家其实他们的元旦不是我们的1月1号他们用春分来计算一个新年的开始所以可见主耶稣的受难复活也跟这个春分的节期有实际的关系了哈。当初设定这个节期也都跟这个有关。不过我们今天呢，一起来从这2段经文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为什么一个君王竟然是温柔骑着驴子？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信息的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刚刚读了撒迦利亚书，我们知道这个是先知在耶稣降生前的先知的预言。那这段话具体的描述了有一个场景，他告诉西安的居民，西安就是耶路撒冷了西安山嘛那耶路撒冷就是西安，西安就是耶路撒冷。他说西安的居民呢要欢喜快乐，庆祝；耶路撒冷呢要欢呼，欢呼什么呢？你的君王，你们的君王来了，他得胜凯旋而来。这段话跟一般我们所谓的凯旋进城，或是所谓的凯旋归来我们台湾没有君王了。不过我们常会看到，以前牧师年轻的时候，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棒球队出国都打冠军回来，所以我们大家都怎么样？哇，这个车队游行哇，那欢呼热闹那这样的庆祝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或者说一国之君凯旋归来，当然是这样的。不过这一段经文一个很特殊的转折点，或是一个很特殊的亮点，是说他得胜而来，却谦虚的骑着一匹驴，而且还说骑着一匹小驴那换句话说，他完全没有那种这个战士驾着一个6匹马拉的那个大马车君王大概都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竟然是在耶稣降生前就已经宣告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他接续的这一段话，这一段预言因为他说第2天一大群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听说耶稣要进城，过什么节呢？逾越节逾越节。好了，原来是一个热闹进城过节的，他们听说耶稣要进城，就拿了棕树枝去迎接他，而且欢呼这段话
跟刚刚撒迦利亚书讲的很类似。他说：“赞美上帝，愿上帝赐福给这位奉子而名来的，愿上帝赐福给以色列的君王。”好像从耶稣要进城到这个时候，我们都看见一个非常正常的，或者说一个自然的一种拥戴的百姓欢呼热闹，欢迎君王进来。但是后段话是约翰福音的诠释了。约翰他写福音的时候讲了这个诠释说，耶稣找到一匹驴骑上去，正如圣经所记载的。这段话就是撒迦利亚书所印证的。西安城的儿女们嘛，不要惧怕，看着你们的君王骑着小驴来了。好，那这段话等于是衔接了整个耶稣进城的一个所有的场景。不过约翰他写福音书很特别，他会写一段实际的记录，然后又解释一下，补充解释一下。他解释什么？16节说，起初他们门徒不明白这事的意义，到了耶稣得荣耀以后，才想起圣经的话是指着他说的，而且他果然照所说的做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迎接这个棕树主日，那我们除了了解这些场景故事的背景，那我们怎么样去看见主耶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成就他拯救人类生命灵魂的事业呢？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学习的。所以棕树主日的象征那我们第一个是看见撒迦利亚这个先知他很精准的预言。第一个，这个预言是第一个是欢庆的气氛欢庆热闹，君王进城，西安的居民要欢喜快乐，耶路撒冷人民要欢呼，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很正常的反应。第二个也差不多，欢迎得胜凯旋的君王，看你们的君王来了，他得胜凯旋而来。不过第三个就是看见了一个不相称的一个场景，是君王的坐骑，就是谦虚的骑着一匹驴，而且是骑着一匹小驴那这些图画我们都常常看到，就是描述耶稣进城的一些画面一些画面。那这些画面我们看到这一张是现代用比较 Q 版的一个画图了把它画得很热闹非常的有这个轻松的气氛。那这个是现代的棕树节，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重演了耶稣进城那我们知道在瑞士有一个乡村也是瑞士一个村庄，他们从好几百年以前就开始，每一年都在有时候是10年了不是常常有，就纪念用演出耶稣这个复活节的一个状况重新来演练一遍在纪念主耶稣的一个荣耀进程跟受苦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先前的一些介绍，我们怎么样看见这个其中的差异或其中的变化呢？约翰福音呢12章12到16节是记载主耶稣进城圣城的场景，印证了先知的预言，但是后续发展我们看到就颠覆了西安居民的认知。可能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任何人我稍微有点了解圣经，就会先发出一个疑问这一群人为什么那么的同心都集合要来迎接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当时在整个加利利是慢慢非常出名没错，但是谁会把他想成君王？这是一个在读圣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同心在迎接，而且讲说君王进城，但是这一群人没几天之后喊他钉他十字架。有时候我们会这个圣经当然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在读圣经可以做一些比较属于延伸的思考。因为耶稣已经成为当时统治者，包括罗马的那个殖民官员，圣殿的那些领导，对他如眼中钉一样，或是对他好像芒刺在背
会不会是耶稣进城就是有一个就是台语讲看孤楼难安尼，或是说放了一个陷阱，要让耶稣走进来，然后找罪证要来杀害他。你知道，现在台湾最怕的是假讯息，对不对？我们现在都说全世界台湾这个假讯息最多的那有人就是类似那种不同的话语，让你无法分辨，会不会是这些百姓当中也穿插了一些人故意在那边喊说犹大的这个犹大的君王以色列的王要进城了，就是要让在当中制造这个阴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确实知道说，这一群喊欢迎君王入城的，就是说定耶稣十字架的人。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这个受难周的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见说，第一个，如果真心欢迎耶稣的，一定有，因为什么呢？他们在百姓欢呼，是把耶稣看成政治上的君王啊，政治上的君王，而且要让这位英雄或是这些民族救星呢，来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重建大卫的王国。那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多读一些当时犹太历史的背景。耶稣在出生之前，其实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我们所说民不聊生的时代。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殖民统治非常严酷的，他反正就是用绝对的武力把你教得乖乖的，你不可能有反抗，一反抗就是拿来杀来烧，最普遍的就是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不是罗马公民，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让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不准收尸啊。如果正严格来讲，那所以用这种非常残酷的刑罚来震慑当时的百姓，不敢有人造次，不敢有人来反抗。那第二个是这些宗教领袖，包括当时殖民地这个犹太地的君王，就是本地的君王是傀儡，他们不好好的为百姓来争取一点权利，或是争取一点喘息的空间，竟然还包括圣殿的那些管理人员都结合起来狼狈为奸，就是一个残酷的，或是残忍的，或是剥削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要么就是遇到乞丐，要么就遇到病痛的人，要么就遇到一群流浪无处可归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耶稣是专门故意去找这些人吗？不是啦，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就是普遍的这个现象。他们是当时苛重税。我们看到撒该为什么会被讨厌？因为当时很多人自己都不够吃的。我们台语说一只牛8骨啊那皮，已经没办法生活了。有学者在研究说，为什么耶稣他的爸爸会去做木匠？你知道当时有田地才够温饱，所以有一块小小的田地来种植，那就已经很好。那当木匠就是要靠你的手艺才能够为生嘛。原来当时呢，那个犹太的统治者，特别是在加利利地区呢，就是课重税，甚至抢夺这些田园。有些佃农就被征收，因为你没钱嘛，你没钱缴税，对不对？我就把你的田地，把你抢夺过来。所以当时的一些百姓，要么就变成流浪的人民，当乞丐，要不然就当盗贼。耶稣说，一个撒玛利亚人救了一个从撒玛利亚过来的，在路上被打的，有没有？被盗贼打得半死的人啊，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普遍发生的事情。加上更严重的是主耶稣那个时代，为什么？我们看这个经文耶稣
进耶路撒冷。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马上就进入到战争的状态啊，战斗的状态。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到圣殿去推翻所有兑换金钱的人。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大纲里面看到，我们再来补充哈。所以这个场景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事实上是他进城不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是为了救赎而来。他进城是他本身不是政治上的王者，他是灵魂生命的君王，不是为了要杀灭敌人、抢夺领土的征服者。所以他进城不是大阅兵、威风凛凛的阵仗，而是骑着温柔乖顺的小驴驹。所以难怪呢，当时的场景他们根本不了解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啊！所以约翰福音才在12章16节说，起初他的门徒不明白这事的意义，到了耶稣得荣耀以后，才想起圣经的话，果然是指着他说的，而且他们果然照所说的做了。刚刚我提到说，耶稣一个我们说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耶稣去洁净圣殿，也触怒了当局。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读约翰福音奇怪，耶稣洁净圣殿是在第2章就完成了，就在迦拿的婚宴就写出来了。不过一般的学者是把耶稣洁净圣殿这个重大的转折是放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对不对？就是在受难周这段时间，有一天把它完成的。这个成为一个我们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犹太当局，包括圣殿的这些祭司长，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也没办法再忍耐下去了。所以他怎么说呢？约翰福音19章45节说，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怎么样？都要杀他了。哇，已经，我们说已经危及政权了，危及统治的基础了。那当时呢，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概念啊。我们现在想说，反正小英他当总统，跟我在信耶稣没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信仰跟政治就分得很清楚，包括美国都是政教分离了。当时是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当耶稣说上帝的国要来，他们就认定这个国就是地面上的国，就是要推翻当时犹太人的统治者，要赶除这些殖民地的这些官员特别是这个圣殿。圣殿既然是这个信仰的中心，也是政治的核心呢。那耶稣等于把所有的统治的基础都全部推翻了，因为你们这个是贼窝，那当然得了。那事实，圣经学者在研究的时候，这一段为什么会这么讲？耶稣会讲的这么样的严厉呢？原来当时的罗马的统治者就下了一道指令给当时的行政官员，包括圣殿的领导者，怎么样来搜刮所有百姓民众的，除了税收以外，还包括用不乐之捐呢，就是好像强迫他们奉献。那这样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看一个信仰的中心，竟然是成一个搜刮钱财的一个中心点，而且你看，所有的圣殿到处都是在买卖的人。所以耶稣翻桌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直接攻击了当时的领导者，当时的宗教官员。其实不只是耶稣翻桌啦，耶稣那个时代，有一群人，他们觉得这个圣殿再不是我想象中的圣殿，所以他们就集体离开人群，跑到当时的耶路撒冷南部有那个旷野，有那个非常干燥的旷野，那边有一个叫昆兰的一个旷野，去那边灵修，去那边追求他们自己属灵的圣殿，他们自己苦修，然后在那边期盼说，我们要建造的是一个心灵的殿。这跟耶稣
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其实是有某种同样印证的。耶稣在看巡视这个圣殿的时候，他曾讲这话，说我3天要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些犹太领袖说吓了一跳，我们花了40几年才好不容易把这个圣殿盖起来，你竟然说3天要重盖？其实他们都不了解耶稣所建心灵的圣殿的意义。好，所以换句话说，想要摧毁这个圣殿的想要推翻这个圣殿里面所有买卖的，不只是耶稣了。当时有一群人是这样子，甚至有的跑去当游击队了。因为后来耶稣被杀钉十字架后，过没几年再过了20-30年，在主后60几年到70年这一间，已经到临界点了。当然，所有的百姓无法忍受这样的统治了，所以就发起了一个革命，我们所说的这个犹太战争。那么当时的罗马政权就一不做二不休全部把整个圣殿都拆掉。拆到现在不是剩下一个西墙吗？有没有？就是犹太那个哭墙就剩下那一块，让那些犹太的百姓就是在节庆的时候就去那边哭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以色列就没有形式的国家，就国家就没了，人群就到处去了，然后在1-2千年来到处流浪，然后被推挤、被排挤，所以现在的乌克兰很多都是犹太的后裔现在的总统泽伦斯基就是犹太人呢。你看这个历史的演变，会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直到2次大战之后，以色列才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新的国家，经过了1-2千年。弟兄姐妹，耶稣如果要当政治的领袖，他应该不用这么做。他号召一群人要武力对抗，其实过30-40年就有人这样做了。但是耶稣是骑着驴，表示他完全没有用武力的意思，他是要做灵魂的主，生命的君王。所以我们今天在纪念耶稣进耶路撒冷，耶稣受苦。我们在礼拜5要在耶稣受难日的晚上一起来纪念耶稣的受苦。耶稣用走这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是为了要成就他永恒的救赎。我们知道那些威风凛凛的君王特别是在集权统治的，以前在君王统治那就不用讲了。现在你知道现在的国家，哪一个国家会壮盛的军容，然后很大很大的那个阅兵呢？通常都是些集权的国家我们看中国在阅兵的时候，或是北韩在阅兵的时候，俄罗斯在阅兵的时候，所有的飞弹车都跑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印证他们很强的实力。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以受苦的仆人、温柔的君王来面对我们。我们可以看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受苦的仆人，或是受屈辱的一个记载。以赛亚书是最多仆人之歌的描述犹太人因为长期受屈辱，对上帝荣耀有一些误解，他们一直想要期待那个兴盛的把这个大卫王国能够重现，包括耶稣的学生都这么认为。所以有人就认为说，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有人是认为说，他可能就是心中就一直期待我的先生、我的老师就是民族英雄，要带我们来光复当时的犹太人社会，所以忘记了旧约另一个传统，就是受苦的仆人，从以赛亚书所记载的。有几段以赛亚书的受苦的仆人的描述，我们稍微做一点介绍一下。以赛亚书42章1节，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们常常在讲说，以赛亚书有一个仆人之歌就是一直在讲这些。第二段，以赛亚书49章
6节，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第3段是一个耶稣在传福音的当中曾经讲过的话，在以赛亚书就已经披露了。50章6节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你看这种受苦受辱不反抗的，其实后来也成为甘地不合作运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思想的来源呐。那耶稣当时就是因为看到那个百姓贫穷的那么多，受苦的百姓那么多，当时的贫富差距大到让我们无法想象，所以耶稣会讲的上帝国这个信息为什么会受到百姓那么大的欢迎？他们可能分不清属灵的或是属世的，但这些百姓真的需要救赎，不只是生命的救赎，还包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苦境能够被释放。所以耶稣所讲的那种大家平共荣大家都得到恩典跟救赎的，难怪会吸引那么多人。好，那对最出名的仆人之歌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5节，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姐妹，君王进城，他的想象都类似，但是主耶稣走一条受苦的道路，受苦仆人的道路，他得到永恒的冠冕，但是冠冕不是用人的势力、人的权力为他加冕的，他是在十字架上加冕得荣耀。我们说，这位王子耶稣进城受欢呼，吸引众人来参加的加冕，让当时的群众及历史中让人看到基督为王的历程。好，如果从人的角度耶稣进城很寒酸呐，那是百姓自动的，又不是有一群很大很大的一个设计好哇，那个要演练呢。我记得我们当年台湾在做阅兵的时候，那些要踢正步那不得了，哇，那个是整整齐齐的，那个要多久的演练包括现在我们比较软性的国庆游行也要训练很久啊。那我们看见说，耶稣他的加冕不是靠人为的势力，而是因为他走过受苦的道路，然后成就一个永恒的君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看历代的威风凛凛的君王，如今安在？一势力一崩溃的时候，全部都毁坏了，所有的权力不再存在，因为人心不在了，权力就没了。但主耶稣他用受苦的仆人呼召了一群信靠他的，因为他不只是人的力量，更是从神而来大能的君王，统治着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人加入了这个永恒的行列，所以耶稣基督已经2000年了，至今我们仍然在跟随。历代的君王已经在坟墓里面了，主耶稣永恒的生命一直在影响着我们。那就是骑驴的君王跟骑着战马的君王的差别，因为他不是统治人的肉体，因为他是要掌管我们的内心。因为耶稣基督登基是在十字架上进行的，他的加冕是在极度的苦难中完成的，所以十字架所呈现的是上帝的奥秘。刚才我们听了圣歌队唱了一首《羞耻十架》，那就更大的一个对比，对不对？因为我们都了解，十字架原先就是羞耻的记号，就是残酷看见人类罪性最严重、最可耻的一个表现。但是这个羞耻的十字架
成为一个荣耀的十字架，成为一个人超越生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看看诗篇24篇第9节，我们早上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有读那个启应文就在讲这一段话。他说：“众城门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说主耶稣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从以赛亚书的预表，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瑞平牧师呢在带领我们大家来查圣经，就查那个腓立比书就在讲了一段很出名的话，就是耶稣的虚己论腓立比书的虚己论，他在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里面提到说，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本有上帝的形象，却谦卑成为奴仆，以至于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好，这段话就是耶稣成就一个君王、属灵君王的差别啦。我说，一个人要达到顶峰，那不叫多少权力的铺排，要引领一群人来拥护他。但是主耶稣他成为王，是因为他甘愿以奴仆的形象被钉十字架，然后是被谁封为君王呢？是上帝把他提升到高天，得到最高的荣耀。那是一个极度的虚己，或是极度的牺牲自己，但是神让他得到最高的荣耀，不是用自己的私欲或是权力的心去争取来的。我们也看到说，现代一种新的一个民主的威胁就是你们都投票，选我，而且不准投反对票，那这算不算民主？对啊，我都投票但是没有人敢投反对票。现代有学者在研究说，新的民主的一个危机是这样子的：表面上很民主，但是它运用人的弱点，或是运用权力的运作，让人不得不投下赞成票，然后他成为形式的君王。这是我们最近这几年看到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选出他们的总统，都是这种方式那是一个民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因为人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是用人的权力运作所达到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在纪念主耶稣的受苦，然后这个礼拜我们教会呢有特别印制了一份这个纪念耶稣受苦的一个受难周的我们有一张黄色的资料就是在默想跟代祷。那期待弟兄姐妹，虽然是连续假了有这一张资料，那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连锁祷告，就是我们的禁食祷告会不是有一张代祷表吗？每一餐都有一个代祷的事项，也许这个成为我们这一周受难周一个纪念主耶稣受苦很重要的，因为你越清楚耶稣受苦的目的，你才更体会或是珍惜耶稣成为生命的君王的重要。就好像说，我有这个福利，我根本就不知道政府发了6000块给你，你也不知道竟然有6000块，连领都不敢去领。那神的恩典是这样子他给你，但是你不重视，你不去领，不去领受。那我们在礼拜五有这一个纪念主耶稣受难的一个纪念的礼拜，期待大家把这个时间空下来，一起来教会，一起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愿神的恩典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你是荣耀的君王》。那应该大家都很熟，如果有同工，我们敬拜团的同工可以拿麦克风一起来唱我们唱一遍，然后副歌再唱一段你是荣耀的君王。一起来唱。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
灵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归于大卫子孙，和散那归于万王之王，人人那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和散那再一次。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弟兄姐妹，我们一段静默思想的时间，我们再次在主面前，我们回想当时在耶路撒冷城迎接主耶稣进城的这群群众。我们现在知道，主耶稣不是做政治的领袖，而是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属灵的君王。我们用这样的心思来迎接主耶稣，说我们的心，这个国是被主耶稣所掌管的。主耶稣的进程是要进到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君王。那我们的生命被他所掌管，就活出一个永恒的生命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可以勇敢面对一切的挑战，因为一切属世的都不能干扰着我们。我们要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见证他的同在。我们在主面前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迎接你，成为我心中的君王。第二个，我们为再来一个礼拜，我们的受难周，我们一个很好的灵修的一个过程。我们有受难日的祷告会敬拜，以及下个礼拜的复活节赞美礼拜，都求神保守，让这些聚会能够更加深我们对神的信靠。第三个，我们为教会当中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病痛的，或是有人际关系、经济、家庭各方面困境的，求神来释放我们，来保守我们。我们也为南台湾缺水来祷告，求主赐足够的雨水，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缺水的环境。为你所爱的亲人祷告，求神恩典，特别是在我们的清明节的时候，我们纪念祖先，他们留下美好的福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家庭美好，神给我们的智慧跟恩典。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你做一个感动，一起做祷告，开口或是不开口，一起来做祷告。天父神，感谢赞美的恩典，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让我们迎接主，成为我们心中的王。主啊，让我们这个王是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思想，除去我们的罪恶，洗净我们的不义。主啊，我们为这个礼拜受难周一切的事工顺利进行来祷告，让我们因为走在主的面前，主的后面能够跟随主的恩典，也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中弟兄姐妹，有肉体病痛的，有家庭困境的，有心灵上的软弱的，或是经济上的困境的，工作上的困境，都求神亲自将这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这边所做的救赎，让我们走出一些困境，得神的恩典。特别是南台湾缺水，也让我们能够赐给我们足够的雨水，让我们有度过这些难关。感谢赞美你，天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
来纪念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为我们受苦，走上各个他十架的道路。主啊，当我们在意这些，我们纪念这些，我们就要与耶稣基督荣耀复活有份。你的救赎、你的恩典、你的平安跟喜乐，也要赐给我们，让我们用虔诚的心来纪念主耶稣的受苦，也用欢心、感恩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复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着我们一起来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请坐。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来介绍长荣中学的黄老师与佳音同学，他等一下为我们来介绍他们学校校务的状况。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除了是棕树主日，也刚好是4月的第一个主日。每年在这个主日都是总会所设的，叫做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那今天特别呢，有我们从长荣中学代表就是我们教会的黄丽蓉老师我们自己教会的，他在长荣中学担任资深的老师，我们请他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一下。他特别陪了高中2年级的谢佳音同学他今天特别要来给我们请安他第一堂就在这里啦。他是预警教会的青年我们请他上来跟我们做分享跟报告，来拍手欢迎他，谢佳音同学。大家平安。我是谢佳音，今年就读长荣中学高中部2年级。感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与黄丽蓉老师代表长荣中学向大家请安和报告。137年前，英国宣教师开办长老教中学校，就是现在的长荣中学，希望用上帝的爱与恩典，让信仰教育生根在台湾。本校学生不但学业成绩亮眼，在创意、技术各项比赛中得到很好的名次。校园的福音事工也一直在持续。
100多年来培育超过200位牧师。这几年来，我们依然坚持着校训的精神，虔诚、勤奋、荣誉、服务，让学校成为培养信仰与教育的好地方。希望学生不只会读书，也能活出有爱、有盼望的生命。我们准备了一段学校的影片，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强壮难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荒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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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要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我与黄丽蓉老师诚心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支持学校的发展，为长荣中学多多代祷。也鼓励青少年选择长荣中学来就读，让我们的年轻人得到信仰与知识的栽培。感谢大家，再一次谢谢各位为长荣中学的代祷，愿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大家同在。谢谢。谢谢。
谢谢佳音同学的分享。可能一个年轻的小朋友，他来到各教会请安，对我们来看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是对个别的人，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哈。那牧师有2个邀请，第一个就是我们长荣中学是全台湾最早的、历史最久的西式中学，而且是长老教会嫡系出身的哈，跟我们的神学院还有新楼医院都类似哈，就是最神恩典的学校。不过最近这几年，我们知道少子化啦，或是经济变动啦哈，他们在某一些方面有遇到困难，但是我看到他们老师、学生都很认真、勇敢在面对。其实长荣中学在日本时代就曾经差一点要关门，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政府非常的严格哈。所以其实很多时间，我们如果从历史长远来看，有些小小的困难并不是严重的事，最怕是离开了神的恩典，那就不好哈。那所以我们会继续为长荣中学祷告，让他们能够很顺利。因为长荣中学在我们市区里面呢，跟成大附近呢，你看就是多么重要的位置哈。那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们希望我们总会是有通过说要为长荣中学来募款，但是教会想说，我们就是用拨款的方式，就不特别发奉献袋。不过我们会为他们的一个，特别是福音事工来做奉献哈。如果你个人有感动也欢迎，但是不主动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长荣中学有很悠久的这个学校的历史，很多人才在这边培育哈。如果你有子弟他们适合可以推荐去读这一间我们长老教会的中学哈。像台北的淡水中学，我们高雄，我们台南的长荣中学、长荣女中都是很好的一个教会学校，他们在那边得到福音，得到信仰的造就。我们用这样来补充。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做一点消息的报告，再结束。在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个月的经句。以弗所书第3章第21节，我们荧幕也有，周报上面也有，我们一起来攻读2次。但愿他们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3章21节，再一次。但愿他们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第3章第21节。我们周报第2页有记载很多下个礼拜的侍奉项目，请相关同工一起来留意。第2页、第3页的牧区小组的出席信息，请大家浏览。第4页本会消息，肢体交通的本会消息。我们第一点，今天是中入主日，时间是从今天到下个礼拜6。我们教会呼吁大家尽量避开喜庆的宴席，以及穿着不用太鲜丽，以表达我们对上主的一种我们的受难的意义。第2点，刚刚已经有介绍过，我就不再重复。第3点，我们的受难周各项的聚会灵修活动的有相关的灵修教材，我们在教会的1楼桌上面有，请兄姐自行去索取。第4点，4月7号晚上8点到10点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举行耶稣受难受难日的礼拜，邀请全体兄姐预备心来参加。第5点，复活节的赞美礼拜圣餐已经洗礼，预计在下个礼拜的9点。我们明天下个礼拜只有1堂，2个并在一起。相关的洗礼的
兄姐们呢一起为他们祷告，坚定他们的信心。第6点，第46期的中保代祷同工已经开始可以报名，我们在1楼的公布栏那边，请大家踊跃寄填报。第7点，我们就不再重复了，等一下牧师补充的时候会说到。第10点，我们的指日的早祷会以及教会的祈祷会的，都邀请我们会友来参加。相关的内容，请大家浏览。第11点，行政办公室星期1到星期3都是休假，请有事的时候可以直接打牧师的电话，我们在周报里边有牧师的电话号码。今天还有下个礼拜，我们爱心午餐是暂停1次，还有包括下次就2次。简单报告到这边，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我们在结束前，牧师再做一个补充。首先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欢迎哈。今天呢，我们特别有介绍我们张贝荣医师有来参加礼拜，我们欢迎他来。张医师哈，他是我们刘院长的好同工哈，也是在新楼医院的医务部长，就是说他是一个医师，但在行政上他是医务部长所有的医生的聘派啦，还有包括管理都是他在忙哈。然后他在新楼医院受到很好的属灵的一个培育他决誓要在下个礼拜参加受洗哈，让我们的刘院长有很好的属灵的同伴，还有在工作上的同伴哈恭喜他哈下个礼拜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第2位我们要来欢迎是陈思恩姐妹，思恩姐妹在哪边？陈思恩姐妹好来欢迎你思恩姐妹欢迎你感谢主。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哈，神的恩典跟你同在。这个名单哈，我们这里可以看见他的名字了哈，他是主爱教会对不对哈？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欢迎你。等一下我们要举行这个庆生会我们请留几分钟，我们为他这些寿星来庆祝祝福。我们有几张图卡来做一个补充介绍。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礼拜的一个连锁祷告会哈。当然有人想说已经快结束了就不报名了，但是牧师鼓励说，我们借由这个受难周的灵修这张单子在楼下你可以索取，也可以索取这一张我们的连锁代祷，圣诞连锁祷告一个代祷单，用那种单子成为你灵修的一个代祷的内容加上这一份是很好的灵修材料哈。那第2个是我们在礼拜5晚上8点。我们期待所有弟兄姐妹，大家不要缺席来参加这个受难日的礼拜，因为这个要纪念主耶稣的受苦。我们在纪念在礼拜5那天，耶稣在白天来受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百姓生命来献上他的生命，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期，我们希望大家都来参加。那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复活节赞美礼拜，我们有圣餐还有洗礼请期待大家都踊跃来参加，只有1堂所以第2堂礼拜习惯你大概10点半才要来的要提早1个多小时记得9点就要来了。我们有圣歌队唱全曲的复活节清唱剧，赞美复活主然后有圣餐有洗礼期待大家都能够重视这个节期，大家踊跃来参加。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祭奠讲座祭奠讲座叫做以犹未尽。你知道以跟犹是什么意思？以色列还有犹大但是以犹未尽有很深的意思所以期待大家在那一天4月21号刚好是礼拜5当天我们是堂外聚会嘛，大家可以各小组踊跃邀请大家来听他。他的分享应该是很感性的，因为他是一个 YouTuber， 而且是一个部落客，他到以色列做了好20-30次的那个背包客，他怎么样
成为一个台湾人，那么喜欢跑去以色列干嘛？哈，有很深的故事，包括他成长的故事。所以他不只是礼拜5要晚上来演讲，他在礼拜6也在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提摩太牧区要分享哦，哈。我们也写当天有这些学生的家长也一起要来参加，哈。4月22号礼拜6，哈，这些部分。好，那其他的消息我再做一个补充，就是我们这个总会呢赠送我们这个口罩，大家手上现在有的戴在身上了哈，就是戴口罩了我们就是因为在上个月哈，我们为土耳其跟叙利亚他们的赈灾奉献总会主动寄来，我们给他要，他主动寄来1箱这个口罩。我想这个黑色的口罩也蛮庄严的哈特别是在受难州戴这个口罩不错因为数量有够，除了每个人赠送一份以外如果你在圣餐礼拜上一次2月12号圣餐礼拜你有奉献的，有捐献这个救灾的圣餐奉献或是个别奉献的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所以你就有奉献。你看那个名单有没有你的名字了哈？你可以到我们的办公室跟干事来领，说我是有奉献哦，名单查一查，你签个名哈送这个口罩这个礼物给你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做很好的使用哈。那牧师还有一个期待了哈，就是说我们第2堂礼拜从恢复实体礼拜，我们疫情解除以后呢，我们第2堂礼拜参加的会友的礼拜的人数好像弹性蛮大的哈，有时候人很多，有时候人又很少。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各小组，我们弟兄姐妹或是你好朋友，今天没有来，就关心他们一下，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有一个教会的生活。很多特别年轻人很喜欢自己的小组，哇，很热烈，但是参加礼拜就觉得好像没有归属感。那其实基督徒呢，不只是一个大型的教会礼拜，一个同心赞美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小组的委身，这2个不能偏废好像只喜欢参加小组，不参加做礼拜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当然这一次是连续假日，有些人都外出啦，回乡扫墓啦，这个比较特别。但是平常我期待我们一起鼓励小组的弟兄姐妹，大家关心他，鼓励他来参加实体礼拜，享受一个教会的一个美好的敬拜的生活，用这样来呼吁大家。谢谢，我们来做结束。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一首诗歌，之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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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做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弟兄姐妹，感谢主哈！我们4月份是一个春暖花开的节气哈，我们有50-60位4月份的寿星，这时候我们要为这一群寿星来祝福庆生唱
生日快乐歌。我们4月份的寿星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给你祝福一下好吗？4月份的寿星，哇，都起来哈！等一下，我们唱完祝福的歌，我们要请蔡培琪老师来吹蜡烛。来，我们来唱《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是福给你，祝你唱英文的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的蔡培老师来吹蜡，代表吹蜡烛，谢谢。好，感谢主哈，这些寿星神的恩典跟他们同在。我们来做一个祝福祷告，再结束啊。现在父神，感谢你，我们为4月份一个开花、春暖花开的季节，为这群寿星献上感恩。主啊，求你带领他们在生活、工作、健康、家庭儿女都得神的保护恩典。让我们在庆祝生日的时候，有许多亲人、好朋友的祝福，也让他们在生命当中看见神的恩典的同在，在一生活出主耶稣的样式，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显现的大能，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再次奉你名来祝福他们，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祝福一下哈，祝你连假快乐，好不好？谢谢大家平安，慢走，大家慢走。